情商及情绪智力是指一个人识别、理解和管理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。情商不仅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，也深刻影响着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。与传统的智商 IQ 不同，情商涉及的核心能力包括自我意识、自我调节、动机、共情和社交技能。自我意识是情商的基础，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情绪的认识和理解。具备高自我意识的人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情绪状态，并能够准确地识别这些情绪对自己行为的影响。例如，当一个人感到焦虑时，他能够认识到这种情绪，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，从而采取适当措施来缓解焦虑感。这种自我认知能力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情绪管理，还能提升决策质量和自我发展。自我调节是指管理和调整自己情绪的能力。能够有效的自我调节的人，能够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保持冷静，避免情绪失控。他们善于应对突发情况，并能够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。例如，当工作压力增大时，一个具有良好自我调节能力的人会采取适当的方法，如深呼吸、休息或重新组织任务，以保持高效的工作状态。这种能力对于避免情绪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重要。动机在情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。高情商的人往往具有强烈的内在动机，能够自我激励并专注于目标。他们对挑战持积极态度，并能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，持续努力。比如，面对职业发展的挑战，他们不仅依靠外部奖励来激励自己，更注重自身对工作的热情和成就感。这种内在驱动力不仅促进个人成长，也有助于提升工作表现和幸福感。共情是情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它指的是理解和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。具备共情能力的人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感受到他人的感受。这种能力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关系和有效的沟通。例如，在团队合作中，一个具有高共情能力的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团队成员的需求和困境，从而促进团队的协作和凝聚力。社交技能涉及与他人建立和维护良好关系的能力。高情商的人善于沟通，能够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各种复杂情况。他们擅长解决冲突，激励他人，并能够在社交场合中游刃有余。例如，在领导团队时，他们能够通过有效的沟通和人际交往技巧来提升团队的士气和效率。总之，情商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通过提高自我意识、自我调节、动机、共情和社交技能，人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，实现个人成长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。因此，培养和提升情商不仅有助于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情境，也能为实现个人目标和幸福提供坚实的基础。